基督一次的救恩是永恆的嗎？一次的救恩，直到永遠，這是許多基督徒的口號。引用約翰福音10:28至29，我賜給他們永生，他們永不滅亡，沒有人能從我手中奪走他們。但另一方面，佢又強調忍耐到底嘅，就必得救。馬太福音24:13。保羅自信地說，沒有什麼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。羅馬書8:38至39。但希伯來書6:4至6警告說，那些蒙恩、嘗過天恩，然後墮落的人，很難得到更新和悔改。這兩種觀點看似矛盾，都來自聖經，但又不可能同時完全正確，對吧？這不是一個神學教派，而是一個永恆的真理。我哋唔係要贏呢場辯論，而係要揾聖經嘅全貌。救恩唔係一瞬間嘅交易，而係一段從永恆到榮耀嘅旅程。如果我們把救恩簡化為舉手或情緒高潮，我們很容易將它看作是可以失去的。但聖經對救恩嘅描述更加豐富，過去、現在、將來三種時態揭示了神恩典的深度和我們的責任。過去的救恩稱義，不可逆轉的宣告。羅馬書5:1，我們既因信稱義，就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與神和好了。呢個係法庭式嘅裁決，你的罪已經赦免了，你已經在靈裏從死裏復活了。以弗所書2:8，你們得救是因恩和信。此時此刻，神緊緊抓住我哋，唔係我哋緊緊抓住佢。真正的稱義是不可逆轉的，因為它是上帝的作為。但聖經並不止於此，救恩的現在、成聖不斷轉變。腓立比書2:12至13，你們要懼怕，要戰兢，要行你們救恩的工，因為係你裏面嘅神在行動。這不是靠行為得救，而是活着得救，與罪爭戰，信服、悔改、寬恕。好多人將稱義同成聖混為一談，以為掙扎係得唔得救嘅。事實上，掙扎係恩典嘅證明，你曾經被罪所奴役，而家你反抗罪惡。成聖是聖靈的工作，將福音從相信變成實踐。救恩榮耀的未來篇章，最後的完成。羅馬書5:9，我們既是藉着他的血稱義的，就必藉着他得救脫離神的憤怒。哥林多前書15:2，你們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福音，就必因這福音得救。救恩指向那一天，試探過去了，肉體復活了，我們與基督永遠聯合。呢個係持守到底嘅應許，唔係即時滿足，而係一個盟約關係，好似婚姻誓言咁，以忠誠為起點。救恩就像一段旅程。耶穌在馬太福音第13章撒種的比喻中警告說，這三種土壤起初反應熱烈，但因考驗、誘惑或世俗事務而枯萎。只有好嘅土壤先會結出持久嘅果實。他們聽見了這道，就有憂慮，或錢財，或患難，就立刻跌倒。馬太福音13:20至21。開始唔等於堅持。在約翰福音15:1至6，耶穌說：我是真正的葡萄樹，住在我裏面的，我住在他裏面。若有人不住在我裏面，就好像枝條枯萎，投在火裏燃燒。這不是恐嚇，而是呼召我們住在他裏面，每天的親密、信服、聯繫。約翰福音6:66至68，許多門徒都離開了。彼得說：主啊，你有永生的路，我們要歸向誰呢？
馬太福音24:12-13因罪孽增多，許多人的愛心漸漸增長。忍受底層的必得救。忍耐唔係律法主義，而係愛嘅證據。進步唔係完美，方向唔係停滯不前。保羅的榜樣，信心與紀律的平衡。保羅充滿信念，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，必成就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腓立比書1:6。不過佢都好自律，我自律，為要順服自己，免得傳福音給別人聽，卻被人棄絕。哥林多前書9:27。他警告要漂泊，希伯來書2:1。相信海難，提摩太前書1:19。離開恩典，加拉太書5:4。在生命的盡頭說話，我打了那美好的仗，我行了我所行的路，我遵守了我所信的話。提摩太後書4:7-8。保羅活出緊張氣氛。上帝會保護我哋會奮鬥，唔係恐懼，而係清醒。信仰必須係堅持不懈。希伯來書的嚴厲警告，墮落嘅真正危險。希伯來書6:4-6那些曾受過光，嘗過天上的恩，有分於聖靈，嘗過神的美善之後墮落的人，不能使他們再悔改。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鬥爭，而係一個頑固嘅叛教，嘗到真理，卻吐出嚟，拒絕十字架嘅救恩。希伯來書10:26-29，他們領受真理後，蓄意犯罪，卻只能等待審判，等待烈火燒毀一切仇敵。希伯來書3:12-14你們要倚着這日子，天天彼此勸說，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，心剛硬。下降通常係緩慢嘅，小小的妥協、苦澀、忽視都會導致心剛硬。今日好多人解構佢哋嘅信仰，離開教會，而呢個就係一個模式。這警告不是要製造恐懼，而是要保護。但我們不是再墮落沉淪的人，乃是那些信自己的靈魂得救的人。希伯來書10:39。聖靈的保證，維持我們的力量。以弗所書1:13-14你們聽見真理的話嗎？當你相信基督嘅時候，你就會被應許嘅聖靈印證。聖靈是我們繼承產業的證據。聖靈是印記、所有權，是保證、首期，是神將完成救恩的證明。他譴責、教導、安慰、憂傷。以弗所書4:30。救恩係一種關係，唔係盟約。神唔係強迫我哋選擇住喺佢裏面。聖靈賜予力量和忍耐，章節貼心，每日更新。哥林多後書4:16。結局的章節住在他裏面，完成了旅程。一個救恩唔係一個永遠得救嘅免責聲明，而係一個起點。神已經找住了我們。約翰福音10:28。我們要跟隨他，住在他裏面。約翰福音15:6。救恩包括過去、稱義、現在、成聖和未來榮耀。冇人可以帶走真羊，但係我哋可以選擇離開。今日反省，你仲信靠、懺悔、成長嗎？唔係完美，而係堅持。保護心靈，每天鼓勵，迅速回應聖靈。神開始嘅工作，佢會成就。如果你想留下來，呢個唔係恐懼嘅福音，而係一個美好嘅邀請。恩典勝過你的軟弱，基督的愛會帶領你回家。留下來，掙扎、忍耐，
因為得勝者有一冠冕在等着。啟示錄2:26。你嘅故事就喺呢個旅程上，但願呢個真理喚醒你，鞏固你嘅信心，直到你見到主嘅面。我們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我們感謝你，因為你在基督耶穌裏所賜的救恩完全。你用基督的寶血洗淨了我們從前的罪孽，使我們因信稱義，不再被定罪，與你和好。感謝你，舊的已經過去了，一切都變得新了。主啊，感謝你今日每日繼續在聖靈的帶領下，使我們成聖。求你釋放我哋脫離罪孽嘅權勢，更新改變我哋嘅思想，喺我哋嘅生活、言語、思想上變得更像耶穌。請讓我們每天背起我們的十字架，跟隨你，信靠你，信服你。最後，我哋展望未來嘅榮耀，你應許咗，終有一日，你會使我們完全得救贖，脫去敗壞的身體，進入永恆的光，與主同在，沒有眼淚，沒有痛苦，沒有罪惡，沒有死亡。我們期待那一天的到來，等待主耶穌的再來，使我們在他裡面得着永恆的榮耀。請讓我們忠心地活在世上，在稱義的平安、成聖的更新、榮耀的盼望中活出福音的見證。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